上帝啊，你的慈爱怎样遐宝贝啊？世间人秘伫你实果的底下，因要因为你的厝的好物得到饱足。你也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，因为活命源头在伫你遐。伫你的光，阮要看见光。愿你常常施慈爱，互捌你的人，常常用你的公义施予心内正直的人。咱三甲来吟诗恶乐上帝，圣诗260首，天比海角，最最主名。咱三甲来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着彼得岛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。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，请坐。咱三甲来用上帝话来启应。启文54篇，也就是马太福音第5章。启文54篇，心灵善切的人真有福气，忧伤的人真有福气，温柔的人真有福气，咬喙打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，熬怜悯的人真有福气，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，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，为着实践上帝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。
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尊至圣万权能阿爸爸上帝，我满心感谢你，学了你，感谢你用永远的疼来疼阮，用你的慈爱来吸引阮。阮的心要因为上主来欢喜，阮的头要因为上主来举悬。你对真爱提拔困苦的人，对本色对个性欠缺的人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成做阮的救赎主，付出你生命的代价，用十字架顶的宝血洗清阮一切过犯甲罪过，搁用你的光来光照阮。亲爱的主，我若承认阮家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公义的，要赦免阮一切的罪，洗清阮拢总的不义。亲爱的主，有心无义的人真有福气。求你搁我的大能来充满阮，互阮的生命不断互你更新甲改变，互阮的生命充满着疼甲毋望，也互阮的生命会当成做侪侪人的祝福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求你的圣洁、公义、真理、慈爱充满运行伫阮的国家，求你伫阮的国家来掌权做王，除去一切的不公不义，互阮的百姓会当来敬拜你，敬拜你独一真神。因为你是万王王、万主的主，你是国外的主，是得胜的主。求你帮赞即间花莲大地东遐受害的百姓，会当得到你的看顾甲保守。也求主将平安赏赐予因，互会当紧紧重建因的家园。亲爱的圣神，求你充满阮，互阮的生命会当亲像活水的江河，不断来沁出；互阮的生命会当彰显上帝你的荣耀。愿一切颂赞拢归乎你。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学了，圣歌队今日要用因为主因我来颂赞。
咱三甲来共读上帝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1章第1节到约翰一书第2章第2节。约翰一书第1章第1节，我要甲恁说明创世以前就存在迄个画命的道。即个道，阮有听到，有亲目看到，有详细看到，嘛有亲手摸到。即个画命已经显现，阮有看到，现在做见证，搁对恁宣布原来甲爸同在，搁已经有对阮显现即个永远的画命。阮看到，搁听到的，现在嘛对恁宣布，是要互恁嘛通甲阮有团契。即个团契是阮甲爸甲伊的囝耶稣基督中间的团契。阮写这个是要互咱有圆满的欢喜。阮对上帝的囝听到，现在传互恁的信息是安尼：上帝是光，伫伊完全无黑暗。咱若讲咱甲伊有团契，要顾继续伫黑暗中生活，是讲白贼，无实行真理。毋过，上帝伫光明中，咱若照安尼伫光明中生活，咱就互相有团契。伊的囝耶稣的血会继续洗清咱拢总的罪。咱若讲咱无罪，是骗家己，真理无伫咱内面。咱若承认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公义，要赦免咱的罪，洗清咱拢总的不义。咱若讲咱毋捌犯罪，是甲上帝看做白贼，伊的道无伫咱内面。第2章第1节，少年人，我写这个是要互恁袂去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咱有义人耶稣基督伫爸的面前做咱的辩护人。伊为着咱的罪，毋拿咱的罪，嘛为着全世界的罪，做赎罪祭。以上，愿上帝使咱所读的话，搁遵行伊的真理去行的。牧师今日所传互咱的信息是有光有温暖。请咱同心来祈祷，主，阮来到伫你的面前，也特别为着踮伫即礼拜中间，花莲拄着大地震，有济拄着死失的家庭，也有济人踮伫患难的中间。也有济参与踮伫救灾的人，愿你的稳定、甲平安、甲每一个受苦的人三伫底，也祝福阮，互阮照着阮逐日的祈祷，互阮会当继续甲每一位受苦的人结连，互阮继续向前来跑走，见证上帝你的疼踮伫阮中间，愿主亲自施恩告受阮逐人，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也这来平安。即礼拜咱拢有互地动惊着无？我想大概咱拢会互地动惊着，啊嘛地动了后，摇遐久，咱就开始咧想，应该会有济灾害。所以咱嘛看到，踮伫花莲有济所在开始有厝倒咧，啊交通嘛渐渐转去。不过，台湾的政府动作也真紧，踮伫真紧的时间，咱恢复交通的来往。其实这是一件重要的事，因为交通若是无法度通，花莲就会成做一个孤单的所在。所以必须爱互交通会当赶紧恢复连接，物件才会当过，救灾的人员甲资源才会当去到伫遐的所在。所以有当时咱会当来看。连接对每一个所在，对每一个人来讲，拢是重要的。咱踮伫主的听内面，咱也学习甲咱身躯边的人建立真实的结连。踮伫约翰一书内面，其实作者想要处理的议题嘛是这个，伊想要帮助兄弟姊妹会当建立甲身躯边的人有真实连结的关系。咱读约翰一书，其实咱无一定真接咧读约翰有3封的书信，咱较接咧读的约翰著作是啥物所在？真明显，约翰福音，啊，佫有另外一个所在伫对，咱也真熟悉启示录。
所以启示录甲约翰福音以及约翰1、2、3书，拢是约翰所写的著作。啊，踮伫这5本册内面，咱会当有一个神学家伊就形容讲吼，咱会当来想看觅，这若亲像两座大山。约翰福音甲启示录正做两座大山踩伫遐，啊，三方的书信是啥物？若亲像踮伫这两粒大山中间的山果，山骹的树，踮咧记载这山骹的树，所以咱来先来看一下啊，这一粒山，约翰福音这一粒山咧讲啥物？约翰福音所咧讲的，就是耶稣的行动。耶稣的拯救，耶稣所行的神迹，耶稣所发生过的代志，拢记载踮伫约翰福音的中间。来到伫启示录咧，来到伫启示录，约翰用一个充满譬喻甲象征的方法，伊咧鼓励每一位拄着困难、患难中间的信徒，会当悠然徛在踮伫信仰中间，勇敢跑走头前的路程。所以咱会当看到，那亲像两粒大山就踩伫遮。啊，约翰三方的书信是一个看起来真平凡，啊，伊嘛真短，真平凡的遮的书信，遮咧讲啥物？山骹的树，咱若是有爬山的经验，就知影山顶的树充满奥秘，充满济宽阔的景色。来到伫山骹。会转到伫咱的生活中间去面对咱每一日，咱要拄着啥物？咱每一日踮伫生活中间，咱怎样继续军队上帝的道路？所以踮伫约翰这5本的著作中间，帮助咱去体会，有山顶的树，也有山骹的树。咱的信仰是不断的向前，也不断的学习讲。到底信仰的道理如何对咱每一日的生活带来意义？顶摆我会记哩，咱有邀请一个导演，咧迄个刺青巅峰的导演，伊讲一句话真趣味。伊讲吼，踮伫山顶3000公尺以上的山顶讲的事项拢无准算，踮伫遐讲的拢无准算，因为遐充满压力，充满济情绪拢踮伫遐，踮伫遐讲的拢无准算，只有转来到山骹才是真的。啊，有当时这真有意思。咱踮伫生命中间，咱一直想要追求济高峰的经验，一直想要追求济好的成就。啊，但是若是照这句话来讲，踮伫咱上界高峰的时阵所讲的物件，迄拢无准算。只有转来到伫上界平凡、上界都出现踮伫咱身躯边，这一切生活中间会发生的事，这才是真的。所以踮伫这5本册内面，咱踮伫约翰一书，咱嘛咧学习这件事，都是来到伫生活中间，咱所咧追求的到底是啥物？约翰对咱讲，伊讲我即马要向恁讲的是这个活命的道。这个活命的道是啥物？这个活命的道是阮吼有听到。有亲目看到，有详细看到，阁有亲手摸到的，这个叫做活命的道。然后咱每一个人是甲这个活命的道会当建立真实的关系，这叫做团契。所以伊甲团契是一个真重要的定义哦。团契毋是干那一群基督徒踮伫遮那尔。是即群人必须爱甲啥物建立真实的关系，甲伊所讲的这个，伊会当安怎听到、看到、摸到这个耶稣基督建立真实的关系。伊讲这叫做团契。然后这个关系会出现踮伫啥物所在？都踮伫山骹的生活。伫生活中间每一个所在，伫每一个真平凡的事中间去看见人如何甲耶稣基督建立真实的连结，这是约翰对咱所讲的团契。所以有当时咱踮伫拄着灾害，也是踮伫一个城市内面，咱嘛不断咧想的是，咱到底是为什么？透过什么方法？甲咱身躯边的人建立关系，甲咱身躯边的人会当有真实的连结。
过去这礼拜中间，咱就踮伫咱生活中间有一个真趣味的物件出现，咱敢有去看？咱敢有去看红球？到今仔日嘛对无？到今仔日啊，若是还未看吼，今仔日踮伫迄个大南门城吼。过去一礼拜中间，这个红球出现踮伫台南市区侪无共款的所在，啊，这有可能伊出现踮伫古迹的内面，有可能出现踮伫公园嘛，啊，有出现踮伫新台的迄个图书馆，啊，搁长甲月剑桥，啊，搁来新化，出现踮伫侪无共款的所在，啊，咱嘛看到所有人拢走去追求对无？有足侪人走去掠即粒球，啊，逐个人都开始咧想，毋知影咱有啥物想法，啊，不过就是一粒球尔，到底是为虾米要去看？啊，嘛有侪人开始咧批判讲，啊，甲即粒球藏伫迄个古迹内底，敢会造成啥物款的破坏无？啊，每一个人其实对即个艺术有无共款的想法。啊，前几日因为囥伫新台，啊，新台博物馆邀请我去参加因的迄个开幕的记者会，啊，就邀请我去遐啊，甲因做伙看因到底办即个活动想要做啥物，啊，所以嘛有较侪机会去听到底即个艺术家，啊，佮有即个策展人因到底想要表达的是啥物。即粒球其实真大粒吼，即粒球讲直径是差不多4.5公尺，4.5公尺啊，122公斤，真重的一粒球啊！伊出现踮伫世界逐个角落中间，即个艺术家伊迄天踮伫迄个记者会中间咧分享，伊讲伊期待吼，即粒球出现踮伫咱城市内底的每一个咱所熟悉的所在，帮助咱带着新的想象去看待这个咱真熟悉的环境，互咱重新去想看觅，啊，到底这个所在对我、对每一个生活踮伫这个城市中间的人来讲，有啥物款的意义？所以因就开始讲，啊，有人咧讨论讲，啊，钱伫古迹内底会破坏古迹无？啊，遐个老师就讲，咱想看觅，顶一摆咱遮尔认真咧看待遮个古迹是啥物时阵？啊，囥伫台南公园，啊，伊嘛咧问讲，毋知影咱顶一摆去到伫台南公园，佫是啥物时阵？有个人讲，有个人就开始讲，迄可能是细汉的时阵吧。真细汉的时阵会去到伫遐，啊，台南公园头前有啥物？咱敢知？有路。对，台南公园遐到底去附近的所在有发生了啥物事？伊期待逐个人去思考遮个事。当迄粒球出现踮伫台南每一个所在的时阵，啊，每一个所在拢有伊想要代表的意义，包括囥伫遮每一条路线拢咧讲台南即个城市发展的故事。所以我听了我嘛感觉真有意思，因为有当时啊，咱踮伫一个所在生活了久啊，咱袂去想到底我熟悉即个所在有啥物特别的。啊，但是当即粒球出现的时阵，伊竟然成做一个新的可能性，互人甲人中间有法度建立一个新的连结。啊，这个艺术家讲吼，其实吼，伊踮伫世界逐个所在咧展览的时阵，伊所想的是吼，逐个人会当真自由去摸即粒球，逐个人会当真自由去甲伊互动，啊，通过翕相的方法建立无共款的关联。但是来到伫台湾，无想到讲安怎？人伤过济，来到伫台湾无想到讲人伤过济，所以一定爱抽红龙甲伊小封一下，爱排队，爱照时间，啊有放一阵人入来，放一阵人入来，然后翕相了就赶紧爱离开。伊讲伊无想到讲来到台湾会有即款真特别的景象出现。啊，生活踮伫台南即座城市中间的咱，无论咱到底即礼拜中间有去追求，还是有去看到即个消息，咱拢会当问咱家己：
到底咱对即座城市有啥物款特别的记忆无？咱敢有看到生活踮伫这附近的人，踮伫迄粒球附近的人因的生活到底是啥物？咱敢有看到伫城市内面有济其实犹原是软弱的人，和黑暗所打扰的人？若是咱有想象到伫遮的人，咱会当搁进一步国外的基督到底如何对因讲话呢？都踮伫大学内面出现即粒球，踮伫城大内面，咱看到大学是一个充满未来的时刻。但是咱嘛，搁需要去面对的，就是当学生愈来愈减少，咱的有济大学嘛要面对需要关门的危机。咱敢有看到这济事咧发生无？当咱咧讨论钱伫古籍内底到底是会当还是袂当的时阵，咱敢搁有去问，有济所在遮的居厝，伊家己就忽然间小气啊！咱如何看待咱所熟悉生活的所在？这是即粒球想要表达的意义，也是咱咧看，若是咱会当通过即粒球建立一个连结的关系。踮伫教会中间的咱，佮如何通过耶稣基督，通过上帝的恩典，咱会当互相结连的。所以约翰通过安尼咧，教会兄弟姊妹宣讲的，就是这个团契的信息。这个团契的信息，就是咱真正看会到、摸会到、听会到的。通过咱彼此的互动，彼此会当结连做一伙。咱建立真实的关系，伊嘛阁继续讲，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光来光照咱。伊讲，咱望会到、看会到、听会到，这项代志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咱就会知影讲，因为踮伫教会内面，一定有人讲啥物？你只要做好事就好啊，你只要追求有知识就好啊，你只要追求道德就好啊，家己会当做好。都无问题啊，无需要甲边仔的人有关系。伊咧面对的，就是踮伫教会的中间有济遮的声音出现，所以约翰才会不断咧强调讲，你一定爱甲身躯边的人有真实的关系。但是若是要甲身躯边的人有真实的关系，就要面对啥物？就要面对每一个人的软弱，每一个人生命中间的冲突、苦难。以及黑暗，但是都是因为有遮的黑暗，约翰才会讲，上帝是光，上帝的光来照光咱，互咱会当真实甲伊建立关联，真实会当活伫光明的中间。咱袂继续活伫黑暗的中间，咱袂继续活伫白贼的中间，咱会当活伫光的中间，有这个光的团契。咱会当看见，咱的生命要成做新，这就是约翰踮伫约翰一书内面，伊所想要表达的事，就是咱的生命已经无搁共款啊！咱的生命已经赢过黑暗，赢过每一个对敌的欺骗，每一个无好的事，咱会当踮伫光的内面，甲耶稣基督结连，互咱的生命。对黑暗行光，有光的所在，就重新会当充满温暖。这就是踮伫约翰医师伊咧面对这个团契，伊所要表达的一项事。对一开始所讲的，当花莲拄着大地震，这个事件影响了咱每一个人的生活。至少踮伫过去这礼拜中间，有济人原本想要去花莲的，就拢安怎？拢取消啊，对无？有济人就无法度去到伫花莲。其实这毋是花莲踮伫这几年中间所拄着头一摆大地震。顶一摆发生踮伫2018年，顶一摆发生踮伫2018年，迄摆犹原是相当大的地震，然后有几栋大楼倒落去，有几栋大楼倒落去，死实比即摆搁较严重。迄当时阮踮伫台东，逐摆拢爱强调一摆，
台东甲花莲离足远的吼，因为逐摆花莲拄着大地震啊，阮厝的嘛会敲电话来问讲，啊，恁到底有要紧无？啊，我过去踮伫新港，咱知影若是看迄个纬度新港伫对无？看纬度新港踮伫台南，啊，花莲踮伫对，咱知无？花莲大概踮伫新竹，啊，所以意思就是新竹发生大地震，问台南你有要紧无？所以爱理解一下，台东通常并无遐严重，花莲发生大地震，台东无一定遐尼严重。啊，但是因为过去花莲甲台东拢是一个中会，所以其实阮拢是互相有关系、互相咧结连的。迄一摆2018年拄着真大的地震，侪人死失。啊，阮几个踮伫台东服侍的牧者，阮就想讲，咱开一台车去到伫花莲去关心咱的同工踮伫遮咧负责救灾，所以阮就开车对台东一路一直开到伫花莲市，去到伫花莲市啊，迄当时的救灾中心设伫花莲港教会。说伫花莲港教会，逐日拢有迄个资源，迄个运送迄个资源、水啊，啥物物件会车入来，啊，一入来了后，都爱有青年人伫遐咧斗搬，将遮个物件准备要转送到伫每一个需要救灾的所在。啊，我印象真深，当迄摆我行入去教会，的时阵，牧师伫花莲救灾的牧师一看到我，伊撞出来。伊即只撞出来，啊，双手甲我揽条条，一直吼。伊真正一直吼，伊就是生了足臃肿的一个查甫人。伊就看到我，就甲我揽咧，啊，一直流目屎，啊，大概停伫遐差不多5分钟，啊，伊才甲我讲真正压力足大的。伫过去即几工。我完全毋知影即马到底是咧摇还是无咧摇，因为余震实在是伤过济啊！你讲完全已经分辨袂清楚，即马到底是也咧摇还是已经稳定啊！啊，我就对伊身躯顶伊就闻到迄全部拢是绿油精的味。伊搁爱负责救灾，搁爱负责指挥救灾，所以其实伊逐日拢无法度困，因为逐工拢毋知影。即马是咧摇，还是毋是准备赶紧搁走出门啊？啊，伊讲伊敢若会当逐日安尼不断咧擦绿油精，互家己保持清醒。啊，到伫踮伫迄摆的经验，我才开始发现，当咱踮伫电视顶面咧看讲，遮个人拄着灾害，甲实际上踮伫现场的人拄着迄个压力，真正是完全无共款的。伊也面对讲有侪会友踮伫惊吓的中间，但是伊心内底嘛足惊的。会友踮伫惊吓的中间，甚至有会友也拄着灾害，伊爱不断拍起精神，想要去安慰别人，但是伊心内底共款真惊吓。所以看到熟悉的同工对外地来的时阵，迄个鼓励甲连结，迄是真实的。所以对迄摆的经验，我才开始体会到，这就是约翰所咧讲的，迄个真正听会到、看会到，然后摸会到迄个真实团契的关系，是当咱踮伫患难、当咱踮伫困难的中间的时阵，有一个真实的人出现踮伫你的面前，鼓励你。为你祈祷，甲你会当做伙行头前的路程，这是稳定，这也是咧见证耶稣基督的光所带来的温暖。这是踮伫灾害发生的现主时，咱逐个人所面对的。嘛，经过迄摆的经验，其实咱对即礼拜花莲大地震，侪花莲人拢咧分享，其实因已经愈来愈学习建立一个救灾的系统。当拄着患难的时刻，逐个人拢知影应该爱做啥物，应该爱去面对的，就是救灾的人怎样分配，病院怎样来支持，可能有拄着受伤的人，规个系统渐渐咧建立起来。
也因照着这个灾害发生了后，我相信嘛，侪人愿意要用奉献的方法来支持救灾加灾后的重建。毋过，踮伫花莲市的牧师，因拢讲一句话啊，比奉献搁较重要的是啥物？咱敢知？比奉献金钱以外，搁较重要的代志是去花莲佚佗吧。因为咱奉献虽然会到伫口座内面，到伫救灾的口座，但是对真正拄着灾害的人，因要申请已经毋知影是啥物时阵的时刻。然后无论进入到倒一个系统，救灾拢是真第一时间咧救灾，但是后壁迄才是慢慢爱重建，慢慢爱重新恢复才的关系。所以其实因会讲，搁较重要的代志是。若是踮伫会动的状况下面去花莲佚佗吧，去遐实际上看卖每一个拄着地动的所在现主是啥物情形，去边仔的所在消费，因为毋是干那倒着迄间厝尔，边仔的所在，边仔做生意的即马全部拢无生意，边仔的人毋知影要安怎活，因为因无法度申请补助嘛。因为因无拄着灾害，因无法度申请补助，去到伫遐看卖，到底现主是伫灾害的所在发生了啥物事，去消费，用实际行动建立连结，嘛去看为虾米遮个人会当一直踮伫即块土地顶面生活。华东地区面对着地动，搁面对着风台，因有缘活伫遐。有缘咧想的是，咱会当如何继续搁行落去。所以踮伫每一摆发生灾害的时阵，咱嘛重新咧看上帝放伫台湾即块土地的心意到底是啥物。通过教会，通过咱每一个人，咱建立真实的关系，咱就会当看见即块土地会当重新搁恢复，会当重新恢复新的元气。会当重新看见光的温暖。踮伫过活节了后，咱搁一摆体会耶稣基督过活的愿望，踮伫咱逐人的生命中间，咱会看见耶稣基督即双有灵魂的双手，看见耶稣基督即双温暖的双手，伊已经彰显生命的道理，有光。就有温暖，每一个受伤的所在会受到安慰，每一个软弱灾害的所在会真正看见团契的愿望，也都是约翰踮伫遮所写的。阮写遮的是要互咱有啥物圆满的欢喜。我感觉这个翻译真有意思。第4节遐讲的一个圆满的欢喜，这个。圆满的欢喜，照着咱每一个人的双手，照着耶稣基督的光，互咱看见一个圆满的欢喜。期待灾害的所在会当真紧得到恢复，死失的家庭真正受到安慰。现主时每一个参与救灾的人员，也愿因拢通得到平安，顺利完成每一个任务。愿上帝恩典，甲咱同在。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，有光有温暖。城市内面寒冷的风吹送，秘伫角落的人，无人咧问的现实，心愈缩愈细，互黑暗吞噬。减会当有光，减会当有温暖。早就已经失去愿望，早就已经无个要义，随风来去吧，随暗来去吧。一双温暖的手，一双灵魂的手，带来光，带来温暖。冰冷的角落恢复了元气，有光，有温暖，有你，有我。听见人的问候，
看见人的活泼，满足的喜乐，互即座城市会当搁活一摆。亲像咱看见红球，互台咱即座城市充满新的可能性。咱嘛会当来想象，这个红球如果伊也出现踮伫受灾的花莲，踮伫受灾的每一个所在，人甲人中间如何恢复连结？人甲人中间如何恢复圆开？咱就会当重新搁看见光，重新搁看见温暖。愿上帝帮助咱，带咱向前来跑走。请咱同齐用这首圣诗，成做咱的回应。咱同齐来吟圣诗153首，我听耶稣一声光明。我听耶稣的声光明。点点滴滴世间，伊那都可来我面前，他能为的平安。我听伊讲心就欢喜，随时就去做个喜。心的平安，快乐的喜，应点耶稣身边。我听耶稣恳求声音，我名最全是我，最大的人着紧来临。阿灵堂的兴旺，我听伊讲受着免的欢喜叹伊就临，实在轻松真心加倍，永无艰苦的心。我听耶稣的声有讲，我是世间的光，生活的人为你明亮，行去光明中央。我听伊讲夜头观看。充满望欢喜，耶稣真光荣把变我，了我行到一时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对死个活已经活伫阮中间，互阮会当听到。亲目看到，详细搁看，也会当摸到这份活命的道理。互阮通照着耶稣，我甲会当甲身躯边的每一位兄弟姊妹建立真实的结连，也见证主你的光、你的温暖已经临到伫阮中间。搁一摆为着踮伫大地上受灾的人，无论是有形也是无形。有侪侪人的心灵踮伫惊吓甲乱俗的中间，愿你用你的光照因，将温暖带到伫每一个受伤的人中间，互即个土地重新恢复原开，互每一个需要的所在重新见证圆满的欢喜。愿主使用阮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互阮成做光明的使者。传扬主你稳定的福音，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今仔日是中英中学的奉献主日，咱也邀请义慈来甲大家分享。大家平安。
我是戴一奇，即马是高中部3年级的学生。今仔日我甲戴志勋主任真欢喜会当代表中英中学来大家请安报告。138年前，英国宣教师开办中老教中学校，就是即马的中英中学。毋望用上帝疼甲文典、信仰教育定根伫台湾。本校学生毋但伫升学成绩有好的表现，伫创意、技术、才艺等等各项比赛拢得到真侪肯定。校园的福音事工也一直持续，100多年来培育出超过200位牧师。这几年来，虽然教育环境改变，阮有关坚持校训的精神，虔诚、勤奋、英语服务，互学校真做栽培囡仔信仰甲教育的好所在。毋望学生毋是适合读册，也通活出有疼、有毋望的生命。学校有准备一段影片，请大家来欣赏。我
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，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。我宣告，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不属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我宣告，在我里面有活出有热满有能力。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，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。我宣告，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我宣告，在我里面有我是拥有满有能力。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。有主。感谢大家，愿上帝平安，甲咱三个伫地。咱三个来用甘心乐的心来奉献。
请坐。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的报告。咱的拜三伯克利圣经学堂，咱即礼拜读的进度是士师记第1章16节到36节，欢迎咱会当拜三踮伫线顶做伙来听上帝的道理。好咱今仔日咱为着中营中学的需要关心以及奉献。后主日中营女中蔡校长甲高同学会来咱教会请安报告，也请咱踮伫祈祷中间来支持咱教会所属遮的学校。咱第2点，咱4月到6月份新港讲读经已经送到办公室，所以咱会当到伫遐来领取。过来第3项，4月28号中昼12点半到下晡2点半，咱教育部跟夫妻小组共同举办谈心工作坊吼，欢迎咱大家会当踊跃来参加，会记咧报名，因为会爱准备中昼顿吼。好，过来几项教会集体关怀的消息，咱踮伫即礼拜中间，咱拜立关节吼，立关节伫3月28民主稳调91岁，伊会踮伫拜六早起9点伫殡仪馆的怀泽厅举行纪念礼拜加告别礼拜，请咱为着立关节的家族来关心甲带到。第2项，林世豪兄弟，伊太太是蔡麒麟姐妹吼。林世宏兄弟，伊踮伫4月初2民主稳调68岁，伊定伫拜四下晡2点，会踮伫咱大礼拜堂遮来举行告别礼拜，愿主安慰。佫一位是张过身，迄个叶宪辉兄弟，叶宪辉兄弟昨透早过身，告别礼拜时间还袂定，也请咱踮伫祈祷的中间。做伙来关心这每一个需要关心甲带到的家属。好今仔日我有看到迄个许恒甲子宁对无？灵山遐的后生许恒甲子宁踮伫3月初踮伫台北举行结婚礼拜吼，咱因转来踮伫咱中间欢迎因。好，请坐。好，我做以上的介绍甲报告。咱三甲来读即礼拜的经句。本周的经句记载伫约翰一书第1章第1节。我先读一解，然后咱做伙读2解。我要甲恁说明创世以前就存在迄个活命的道，即个道阮有听着，有亲目看着，有详细看着，嘛有亲手摸着。约翰一书第1章第1节。好，咱做伙来念2摆。阮要甲恁说明，创世以前就存在迄个活命的道，即个道阮有听着，有亲目看着，有详细看着，嘛有亲手摸着。约翰一书第1章第1节。搁一解，阮要甲恁说明，创世以前就存在迄个活命的道，即个道阮有听着，有亲目看着，有详细看着，嘛有亲手摸着。约翰一书第1章第1节。咱三甲来吟祝福册献的诗歌，圣诗400首，愿主仁爱甲你同在。愿主真爱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啥所在。愿主赐福你心心的安宁，甲你分享主的疼痛，亲像长老我罪。你望无暗面看见主的光，愿主真爱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啥所在。愿主赐福你
心是经的安宁，各地分享主的听堂，亲像长到我水，地蒙雾和暗明看见主的光。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听堂，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甲咱正大家三地地对答直到永世大无煞。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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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坐。